USB 是跟脚的。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正五伏特，正五伏特有一个不让呢。红正黑负呢，红色的是正电呢。你可以去那个黑色的是负电呢。上网去查一下 USB 的那个接角。好，上网 USB 的接角。USB 接角，好。你它这个你说要从那个接喇叭线。喇叭线一定是这2条啊。迄个信号那是，不是正负呢。这2条线哈，就是要去给喇叭的。完了信号是要给声音的哦。对啊，这个电流。你说那个人家那个有做的话，它一定是用这4只脚 USB 的4只脚4条线哈。这2个，一个正5，一个不让给这一块板子电源的电源。这个信号进来然后它有扩大器，信号出去。就是。去买迄个 IC 板要去买电子零件好。问看看有没有。有，新年嘛，会顺电子零件。这拢去伫咧买。这无人咧买。谢。那个，摕去甲讲迄个款的，伊唔来甲你款就好。安尼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不是谢谢教导。这个原理是这样子啦，它一定是用这个5伏特哈。5伏特给。赵老师，我这样讲你听得懂？忽然有正负。这个是 USB 的那个接角啦，它有4只脚啦，有一个正5伏特，有2个信号线的。有信号线。这2个信号线就是来控制那个，就是喇叭的，用这样来当喇叭的那个音源的信号线。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要接正，哪一个接负嘞？信号线也有分正负吗？这个就反过来而已啊。这个正的是哪一个？它有号，你这样，它就有符号呢。它有正负符号的。要正负。很清楚。这个叫做什么东西？那是电解电容，那滤波的啦。滤波这个要接到哪里？通常都是接两边啦。那可以拉去啦。把它接好就好了啦。不过这个应该是单体，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喇。就那个喇叭箱里面那个喇叭拿出来就是这样子。这条算几瓦对吧？跟电脑用的那个，电脑里面也有喇叭呢。电脑的是小的了哈。这个比较大的。这个没有多，不会很大。不会很大声呢。这个这样放可能会没声音啦。谢谢沈老师指导。沈老师也有在教书法，礼拜6上书法课。沈老师的书法作品欣赏。你看正气歌了哈，或者波罗蜜多心经了。你看哇，好多种字体都会。好棒。还有唱道歌，唱得很好听的呢。修电脑，修那个易经荧幕好厉害。唱那个什么？你们那时候有学篆书吗？你是学历史。那学楷书呢？篆隶、楷、行、草你都会了哈。好厉害啊！那我过去用看就知影啦。这样这个没办法这样玩啦。无买安那，搁去买哦。我网络看的呢 ，USB 音喇叭它就是在那边接那个 IC 片个接到 USB。对那就是那样子，就像那是正负线接好。你像这个不是接正负线吗？还是你说的接那个信号线呢？信号线是接信号线正负线要接入去。信号通常都会有分一个正负一个负像这个，这个有1、2、3，
123， 123嘞。123就是有一个是接地。哦，原来有一个是左边的声道，有一个右边的声道。哦，原来这是安尼一份拢有一个哦。哦，安尼左右是声道啊接地，哦，终于了解了。接地我拢无想到呢。有一个接地啊，有一个左边的声音，有一个右边的声音。所以就是电脑出去它就是会有看板跟左右声道。你讲的放大器，那是干那一个？你那个放大器，像这一个要插电，有一个电，这个要插电，它本身它就是用交流电110嘛，进来给它嘛。因为我们一般交流电110太大，我们电子的产品不能用那么大。原来受不了110。都会变压器把它变成9伏特还是12伏特还是16伏特。是。然后再用那个16伏特下去整流，整流，然后把电压降下来，就是调整为一般是5伏特还是12伏特还是9伏特。USB 5伏特电流了哈。因为 USB 就像电脑的啦，手机的那个都是5伏特。电脑手机的都是直流电5伏特。所以它就是用那个5伏特直流电去驱动里面的扩大器的。5伏特扩大器，驱动扩大器。谢谢。这个声音大小跟瓦数有关啦哈。瓦数越大，声越大啊。对，不过那个应该是扩大器的关系。扩大器。扩大器的那个扩大的那个功能啊。扩大器各有分啊。用那个主杠去匹配调整它的增益啊。这个是可变电阻。调大小声音啊。可变电阻。不过你也想用 USB， 伊嘛是要对迄个房啊，内面去调，伊会声量大。USB 啊，对房啊调。有人伫内底。有，因为去咧打注射流感疫苗，但是大人赶休困半点钟去，看有啥物反应。谢谢，安尼有较了解啊。无我拢直接甲接正负线就买希望有啥物。伊个扩大器。